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5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锡进老师。今天是周末，关于胡适消息不多，我们先看一看奇葩上市公司。关于这个上市公司，咱们说过很多回，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呀。今天要介绍的一家上市公司，那以前是火的不行，非常火爆的云概念，这个叫 ST 新潮。这个 ST 新潮绝对是 A 股最正宗的云概念公司，但是可惜前几天因未按规定期限披露2024年年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就这么一个炙手可热的这个是什么？炙手可热啊，被众多投资者竞相追捧的这么个云概念公司啊，居然连年报都披露不了，违法了，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是不是一头雾水？云概念现在火得一塌糊涂，为啥还被证监会调查呢？但是现在 ST 新潮那片云呢，确实让买家疯狂，尤其是深陷其中的两大买家，现在是欲罢不能。这两家为了这个 ST 新潮，对 ST 新潮发起了要约收购，结果就在这当口，证监会的调查像晴天霹雳一样，让两家现在尴尬了。那大家就不禁要问了，这么火的上市公司，怎么财报出不来呢？不至于。这个 ST 新潮主业是搞石油的，论这个行业划分，那它是跟中海油那是划在一起的。人家的主业是在美国的德州搞油气开发，那是在美国赚钱，主业务在美国，那资产肯定也是在美国啊。2024年三季报数据，公司总资产340亿，这个规模在 A 股那也是不错的，毕竟 A 股50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也才10几万亿美金，11万亿或者12万亿，也就是这个公司那还是头有面有理有面，还是很有钱的。三季度货币资金还有30亿，货币资金账上还有这么多钱的这现金，完了之后它还有8.38亿的应收账款，其他的应收账款还有2.8亿，公司流动资产总计43亿，还包括6347万的房产。也就是这公司不是个空壳，那是一个不错的云。ST 新潮的盈利能力，那绝对在 A 股上市公司里面也是不寒碜，甚至吊打很多上市公司。2022年营业利润45.5亿，2023年为32.98亿，那就是33亿。这是闹着玩的吗？一年就赚30多亿。到了2024年第三季度，也就是2024年9月30号，三季度它利润还有21亿，不要说跟传统行业比，跟这个互联网企业，比如阿里、腾讯这些所谓的大厂相比，人家这个 ST 新潮一点都不逊色。ST 新潮一共才243名员工，2024年三季报营收是64亿，什么概念？人均2650万，这不是闹着玩的，一个人就有2600多万的收入。ST 新潮员工那他的个人收入，那你想想，他能创造2650万，那他的收入，所以他人均薪酬是223万，这个收入秒杀一众金融企业的薪酬，比那些什么大厂的都高。这人均薪酬是223万，那 ST 新潮的薪酬到底有多让人羡慕嫉妒恨呢？公司披露说，公司主要业务在美国，据测算，德州石油天然气行业平均薪酬差不多是102万元，海外薪酬大概2.1亿。公司还有12名董监高，其中11人薪酬总额1141万元。在2023年财报披露后，因为前10名员工薪酬在210万至238万，也就是你这怎么全是高薪，比华为还厉害，所以把交易所吓得赶紧发个问询函问一问 ST 新潮，你们为啥工资这么高，靠不靠谱？你们做什么业务的这么赚钱？问题就在这 ST 新潮绝大部分人员都在美国，在中国的基本就是后台的财务、法务等，他们每个财报季都等着美国数据传回来，往外一发就可以了。也就是人家资产在美国，国内就是一些服务性的部门，比如财务、法务，所谓的总部在这国内，你要数据就美国那边发过来。所以这个交易所就问，你们美国工资那么高，到底
都是哪些人领了？这美国的员工呢？要披露一下。结果 ST 信潮说，对吧？你少打听，咱们美国律师说了，员工薪酬信息是不可侵犯的隐私。也就是我们主营业务在美国，你就得遵守美国的地方法律。美国这个员工的工资那是保密的，不能披露。你一披露了，你就违法了，我们在美国就待不下去了，这个业务就干不了了。而那些长期在国外的董事们，他们是在积极为公司工作的。你看看，交易所还没辙。ST 信潮从2022年到2024年9月实现净利润合计73.8亿元，未分配利润70亿。因为15年没分红，且99%的资产、利润和现金都在美国。现在不是流行分红吗？不仅要分红，而且一年分2次。那交易所一看，我靠，你账上还有这么多现金，报表上，你为什么不分红？咱们现在提倡分红，鼓励分红，所以这个交易所就来劲了。你看你这么有钱，你什么时候给股东分一分？但是 ST 信潮态度是，我们情况特殊，我们分不了。公司在研究，至于具体的时间表没法确定，账上钱太多了，以至于被人盯上了。也就是有公司发现这家公司账上得有70亿，它市值也不高，我把它股票全买了，这公司不就是我的了吗？是我的，它账上的70亿也是我的，大家明白吗？我成了这公司大股东，那我就盯着它的70亿的，我从银行贷款40亿，我举例子，把这公司一控股。我40亿把这公司一控股，我贷款了40亿，结果我拿着这公司，它账上就有70亿，多合算了。所以 ST 信潮被人盯上了，而且不是一家盯上，好几家盯上了。所以其中就有浙江金地石油和尹泰币对这个 ST 信潮提出要约收购，等不及了，对吧？我就要做你大股东。金地石油出价每股3.1元，尹泰出价3.4元。金地石油截止5月7日预售邀约700多万股，尹泰预售邀约11亿股。按照双方规则，金地石油截至邀约时间为5月7日，尹泰币为5月22日。金地石油举牌肯定是没戏了，因为他买的少。尹泰现在也很难说，因为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财报。ST 信潮停牌，如果5月22日还不能复牌，那么他们的要约收购到底还执行不执行？问题不在这个要约收购，问题在 ST 信潮2024年财报为什么出不来？我前一期讲过了，上市公司要披露财报，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你如果在5月1号之前没有披露财报，你就犯法了，不叫违规啊，你这是违法。你想财报都没出来，后面大概率恐怕是要退市的。按照游戏规则 ，ST 信潮退市的风险越来越大。那为什么财报出不来呢？ ST 信潮2022年和2023年的审计机构是中兴华，结果中兴华他在2024年给这个 ST 信潮审计2023年年报的时候出具了否定意见。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中兴华作为审计机构，他不敢相信 ST 信潮给了他这个财务数据，这个年报，他不是说无法表示意见，他直接出了个否定意见。也说明你提供的数据跟特朗普说的那些一样，不可信。那么2024年这个 ST 信潮就戴上了 ST 帽子，审计机构自然就干不下去了，也就是换审计机构，你不能还让他审，那后面还是否定意见。所以 ST 信潮聘请了钟瑞成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年报由钟瑞成会计师事务所来审核。结果这个钟瑞成进场1个月，审计2024年年报的关键期，钟瑞成说：“你这个事儿太大，我才疏学浅，审不了，撂挑子了。也就是我惹不起，我躲得起。你这个盖子我也不敢接，但是我也不能说你这个没问题。算了，这个业务我不要了，这个钱我也赚不了。”这一下交易所给 ST 信潮发监管函，也就是说，马上要披露年报了，你会计师事务所又辞职跑了，那你赶紧再重新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很快 ST 信潮又聘请了立信来审计，立信进场以后1个多月过去了，财报还是交不出来。作为99%的业务都在美国，而中国管理层只是云上接受数据，意味着新的审计机构要去美国进行大规模审计。那你说这审计机构它能
派人去美国吗？到美国去核实资产。现在证监会立案调查，暴露出3个问题：第一个，之前的审计是否派出审计师到美国进行了真实的审计，也就是现场走访、现场核实；第二个，ST 新潮美国资产真实性到底如何？为何不聘请国际上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审计？比如说德勤人在美国可以开展业务。第三个，美国的利润何时才能跟投资者进行分享？美国的员工薪酬真实性如何？如果账上真的有70亿，为什么财报迟迟发不出来？谁在捣鬼呢？如果他财报拿不出来，所谓的邀约收购也是扯淡。2024年审的2023年的这个财报是否定意见，2024年的财报他也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人强行收购，那这几天猫腻就更大了。我想把这个一说完之后，即便你没在上市公司干过，你也不是干审计的，你大概对这个公司也知道了什么情况。这就是我们的上市公司，这样的上市公司居然存在这么长时间，到了纸包不住火了才暴露出来。什么叫纸包不住火了？占着钱太多了，交易所都关注了，你这么多钱能不能分点？直到这个审计机构自己害怕了，审计机构一看，我靠，这公司我可不能再替他背锅了，给他出具一个否定意见。为什么出具否定意见？不想背锅了，这玩意儿这么滚下去，雷越来越大呀，纸是包不住火的，所以他主动出了个否定意见，辞职。也就是连以前配合他做审计的机构都不敢再配合了。这就是我们的上市公司，他不过是编了个故事，所有的资产、所有的人员都在美国，你没法核实。这样的骗局不是一个大家仔细回忆，媒体报道的，咱们不要编，媒体报道的得有很多个。我记得有一个公司啊，上市公司名字我忘了，老板不要收购乌克兰的一个发动机企业嘛，这个故事编得多大呀！到现在还有好多黄俄还在那儿叫埋怨乌克兰没有配合，他把这个骗局进行下去。有很多上市公司啊，他说他自己在海外有业务，他所依仗的就是你的审计机构没办法在海外去核实，你核实的手段非常少，这样便于他运作。那些乱七八糟数据都藏在那儿，都从那儿编出来的。你比如说有的金矿公司突然说自己在哪国的金矿被抢了，那你还有什么办法？这不就和那个仓库失火是一个道理吗？烧掉了，没法核实，一把记提掉。还有是吧，什么从俄罗斯买的什么一船这个铝还是什么东西啊，最后到了哪个港口变成石头，这也是上市公司干的。报案有什么用？这个就是利用你审计机构，你在境外你没办法去核实，最后这玩意儿就是不了了之，谁也说不清楚，顶多监管机构谴责他一下，完了。5000家上市公司里面有多少家是这样的？我们再看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大家都知道我们上市公司有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他是要代表中小股东的，代表散户，这样防止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然后为大股东谋利益，坑害散户和中小股东。所以在董事会有独立董事，他是代表中小股东利益，这样和大股东抗衡嘛。但实际上我们的独董这个制度似乎运转是有问题的。如果独董制度没问题，那怎么会出现那么多垃圾公司呢？你比如刚才 ST 新潮，如果独董他肯定有独董，如果独董是代表中小股东利益，他啥都不知道。所以证券专家刘继鹏他说啊，改革独董产生和隶属机制，加强上市公司的制约力量。他对独董制度有一个评论，大家看视频。也担任过很多家上市公司的这个独立董事。说现在有没有谁来把上市公司管起来呢？吴董怎么在我们就不发挥作用呢？听您给大家讲一讲。我觉得这个话题同样非常重要，就是中国核心问题是你买到的股票是真的假，这里边跟它的治理结构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形势是，到明年的1月份，新的公司法规定监事会制度就取消了。取消之后，谁来监督公司的内部治理和管理呢？因此，我们推行的独立董事制度必须要做一次较大幅度的改变。也就是说，执行董事
就像一股独大的大股东，包括他们聘请的职业经理人，这都是执行董事，他管运营，但是得有一部分人来管监督，这部分监督的人就是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在西方是代表全体股东来制约执行董事的、制约保姆的、职业经理人的，因为他们的股权高度分散，所以这里边就说到西方上市公司的股权，前100家最大股东不就是马斯克吗？马斯克现在他的实际上也是 RSU， 就是他要完成目标了以后，大股东说给他一笔 RSU， 但是现在发现他完成了，但是没给他，所以在打官司。如果有这笔，他就23%，没有这笔也就是20%。再有一个亚马逊的贝索斯，大概持有11%点几，可能还有一个扎克伯格，也不过15%，其他的都是3%到5%的股东，还是机构、保险呐、基金呐。因此他们的治理结构就面临一个股东高度分散，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个独立董事制度。因为这么分散，只有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当家。所以这个独立董事呢，当然他们也不成功，都是名人名誉，这个拿你的名誉担保。如果你不懂专业，我可以给你上保险，这就出现了。现在包括也引到中国了，独立董事保险，我们也有600多个公司给这个董事上保险，但是上保险说实在的，你都没法判，没有一个兑现的，所以这条路是不对的。而中国的上市公司还都是一股独大，那么中国的独立董事也从2000年采习了西方，但是独立董事的产生是由董事会聘的。大股东控制的董事会去聘请独立董事，而一股独大背景下，执行董事就是大股东或者大股东聘的人在干，你的任务就是要制约大股东，保护中小股东。可是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逻辑悖论，你能去制约聘请你的人吗？聘请不了。所以我们现在第二个误区就是把独立董事和执行董事一块处罚，比如像康美药业，那就判2-3个亿，那督导3.9亿，对，5个独立董事也得赔3.9亿，这显然不合道理。我们是独立董事，我们是管监督的，管监督的和搞执行直接犯罪的，这能一同时判吗？所以广州中院这个判决基本上是不了了之了。那就给我们一个思考，现在这种由大股东控制的董事会聘独立董事去完成制约上市公司的治理是不合理的。因此呢，我最近也写了一个报告，就是说首先要让独立董事真正独立起来，要改变他的隶属关系，特别是监事会取消之后，我们寄托要让一个监督的力量制约这些运营的力量，让他们在内部每一事一议都有我们的眼睛，监管者的眼睛和手在那儿控制，或者说熟悉每一个公司的情况。那这样的话就需要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和隶属关系要改变，所以我们干脆，我是主张我们的5400家公司12000多名独立董事应该跟监管部门能够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监管部门可以成立一个独立董事部吗？当然现在证监会都改成司了，有这么一个机构是专门管现代公司治理的，管住这12000名董事，他并不直接管，他可以通过上市公司协会那儿有个独董工作委员会，这个工作委员会就是独立董事的家，这样就形成3位一体，证监会的主管，司局管和我们协会直接沟通，协会直接把12000名董事成为他的会员，这样协会也就变成了独立董事的家。这个公司里遇有情况，我们的独立董事能及时向协会报告，证监会想了解哪个公司的情况，也直接可以通过协会也好，直接也好，责令这个公司的独立董事汇报。你们的使命就是监督，每一项决策都要发表意见，要监控好每一笔资金。当然这里边就涉及到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也就是说每个公司上市再也不能由大股东去选，去制约它的力量了，一定要到协会的人才库来，我需要3个独立董事，你给我推荐6个，我来挑。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独立董事有了自己的家，他就能够跟大股东去抗衡了，有人保护他了。所以我主张这个协会下边干脆成立独立董事工会，公私合营的公，既有行业协会制定工资标准，确定职业标准，又有保护的作用。当然这里边还得解决独立董事的薪酬，所以我是主张中国这5400家上市公司是中国的脊梁，我们为了搞好它，我们选拔12000名独立董事，在那里边起到监督保障投资人利益的作用，这就把保护投资者利益
落到了实处，同时形成了监管部门、协会、中介机构和独立董事三位一体，要逐步的把我们的独立董事从现在的大学教授或者说科学家、经济学家担任，要转到职业独立董事来。如果我们的独立董事机构就是行业协会定公司标准，由上市公司发，比如说一个20万、30万、40万定3类，由你们选。独立董事不是像会计师、律师一样只懂某一个专业的知识就行了，他要精通发展战略，精通基本的判断逻辑。所以我想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当3家也是朝着职业董事方向发展了。另外一定要有资格考试，这个资格考试一定要从交易所转到协会里来，协会来承担这个任务，成为保护独立董事的使命。我想这样的话，今后我们的监管部门就使得各种问题的发生防患于未然，要远远超过事后监管部门去处罚作用。刘继鹏他当过好多公司的独立董事，所以他对独董这个制度他深有体会。我对独董这个我也有深有体会。我虽然没有当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但是我是有独董资格证的。无论是胡氏还是沪氏，还是深交所、深市，无论是主板还是科创板，我是受过独立董事培训的，是有证的，可以持证上岗。但是我没有当过独立董事。我来说一说为什么独立董事这个制度形同虚设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独立董事他是谁请的？咱们证监会设计初衷是好的，独立董事来代表中小股东，但是实际上独立董事他又是大股东请的。名义上是上市公司聘请，但是谁提名？提名很重要，大股东提名，股东大会上投票选举，大股东投赞成，好，你这个独立董事就选上了。也就是这个独立董事产生是由大股东提名，大股东投票，上市公司给他发津贴，独董津贴一般1个月2万块钱，一般有的那个大的公司恐怕1个月20万也有。差一点的公司那也得给1万吧，这叫独董津贴，它不是工资。这独董干什么？独董他就1年开几次会，这个年报、季报那是1次，半年报1次，重大项目只要是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开会决议投票，那这个独董要参加。实际上像这种需要独董参加的会没那么多，也就是独董并不是很忙，1年也就忙那么几回。最关键的是独董不需要到现场开会，独董可以直接通过邮件来表达意见。也就是你这公司我要开股东大会，议题这议案都提前发给独董，独董看完之后他会表态哪个议案投赞成票，哪个议案投弃权票，哪个议案投反对票，理由是什么，他会把这个发给董秘，他就结束了，他不需要到现场开会。董事会也一样，他投什么票，他通过邮件就可以。所以一个独董他可以兼任5个公众公司的独立董事，但是你不能再超过5个了。现在有没有改革我不知道，就是你一个人你可以兼任5家上市公司的或者叫公众公司的独立董事。如果独立董事要去那上市公司开会，那上市公司负责给他订机票，给他订酒店来接送他。因为独立董事不一定在你上市公司总部啊，所以你看独立董事他是这么产生的。你想他投票的时候他听谁的？他没办法，他只能听大股东的，大股东请他的，虽然他代表小股东利益。你看就这种错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虽然是要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但实际上你是大股东所托，所以独董就容易得神经病。你要坚持原则你干不下去，你要不坚持原则你要没良心。不光独董是这样，实际上券商、会计师事务所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钱是上市公司给他支付，上市公司是受大股东控制，也就是这家上市公司聘请谁来做审计机构，说来说去都是大股东说了算。大股东请你来审计，你跟大股东之间，你跟上市公司谈价钱，审计出个年报，审计费是200万还是500万？你想这么一笔大业务给你，那你替谁说话？你要不替大股东说话，大股东说那我就换一家。所以你看是不是谁出钱？现在是因为证监会从严监管，玩命的罚，而且一旦发现财务造假，你会计师事务所跟着一起赔钱。所以现在会计师事务所他就害怕了，不敢替这个大股东扛雷，即便扛雷他也得装着不知道。
我就是水平不行，但我绝对没有干坏事。所以说这个制度在国外啊，它没有什么问题，运行了很长时间。但是到我们这儿，就难免出现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没办法，土壤的原因。我们假设一下，这个独立董事他不听大股东的，他真的代表散户的利益、中小投资者利益，那谁给他发工资？好，由证监会、由交易所成立一个基金，给这些独立董事发津贴，也就是独立董事变成交易所的人呗，最好给他编制，不给编制也行，那就是叫什么？叫编外。那这些人，你以为他就不跟大股东勾结了吗？这第一个，你怎么保证他不跟大股东勾结？大股东给他好处，他还不得给大股东说话吗？第二个，如果他一味的反对，那我就跟大股东对着干，因为我跟大股东对着干，我会得到名声。因为现在大家的情绪就是，你看大股东肯定是干坏事，这是潜台词。那我要是独立董事，我肯定天天骂这个上市公司，骂大股东。我越骂，我的名声越高。什么玩意儿都投反对票，投了反对票，我就说这个你这不行，一定会出现这个局面。要么就跟大股东同流合污，拿他的好处，要么就是天天骂，你出什么我都反对，这样我名声高，我没有钱我赚了名，要么就赚钱，赚钱就是大股东给我，你什么制度都不行。说来说去就是你怎么监督的问题，怎么制约，这就跟封建王朝的清流一样，反正我不干活，我就是反对。好，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